年来，中国政府除了在东突厥散进行种族灭绝外，还对维吾尔人的埋葬施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和限制，禁止坟墓出现反映伊斯兰文化的新月和星星符号、经文或个人信息。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图片显示，东突厥散某地区新建的大型墓地，据称这些墓地大小相同，不按照穆斯林的葬礼规则建造，将加强给人民。据东突厥散媒体报道，此前的报道和目击者的说法证实，维吾尔墓地的伊斯兰标志圆顶和新月已被中国政府拆除，当局不允许进行葬礼，墓碑上刻有经文和人物信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如果中国不合作进一步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将面对国际孤立。他说，要么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真正的去调查，弄清楚来源，要么他们将面临国际社会孤立。他说，总统保留通过我们自己的分析、情报界的努力，以及我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的其他工作，继续在各方面施加压力，直到我们弄清楚这个病毒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美国高管称，世卫组织的冠状病毒来源调查高度不足。沙利文周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现在还没有到发出威胁或最后通牒的阶段。美国会继续在国际社会争取支持，如果最终中国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与盟友磋商，考虑如何回应。中国大陆各地近期公安事故频传，湖南省庐阳镇一栋大楼昨天中午突然倒塌，经过1天抢救，目前有7人获救并送医，但仍有5人死亡。根据中新网即日新闻报道，经调查发现，这栋大楼的住户共有27人，其中15人在事发时外出逃过一劫，另外12人受困。目前，相关单位已着手事故现场的清理工作，事故原因的调查及善后处置等工作也已展开。据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巴勒特县一条洲际公路19日发生多车相撞事故，造成10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儿童，另有数人受伤。报道援引巴勒特县官员韦恩·加洛克的话说，8名遇难儿童同乘一辆小型巴士，该车属于当地一家安置受虐儿童的组织。在另一辆遭遇事故的车中，一名29岁的男子及其9个月大的女儿丧生。报道说，19日清晨，美国东南部地区遭受一场热带风暴袭击，出现强降雨。事故发生时，亚拉巴马州天气状况不佳，多车相撞或因车辆打滑所致。哈梅内伊支持的强硬派法官莱西在周六的伊朗总统选举中无悬念赢得了胜利。伊朗内政部长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在所有2890万张完成计算的选票中，莱西以1790万票当选。周五进行的这次选举共有4个候选人，投票率则创下历史新低，约为48.8%。有370万张选票被宣布为无效，可能主要为空白票或抗议票。伊朗新总统预计将于8月3日上任。